大家好，今日介紹呢款 D8213C 南威電批，開箱睇下先。呢本說明書啦，裏邊仲有其他產品可以介紹，到時要需要朋友可以慢慢睇啊。然後呢個充電器1A 慢充。睇下呢個電池先，呢個電池然後 MW8205M 2.0H， 然後呢個款係木田腳嘅款，然後整體做工都相當唔錯，非常好。呢個跑馬燈啦呢個，然後就睇下部機先，南威 logo 啦。呢個，然後咧呢度慢速500，快速咧做1600，然後50扭力最大50扭力，然後呢度要3個功能可以轉埋石屎添，20檔，然後呢個係金屬索頭嚟嘅，我試下部機先。呢個快速啦。呢個慢速，然後呢款機咧300蚊2點一充，如果需要嘅朋友仔可以嚟我公司或者留言俾我。另外咧，佢呢款咧仲有個透明電池，呢個6.0嘅都可以用到嘅。呢個公司獨家出售嘅係啊。OK， 多謝晒。